加上同学是嘛，那是第二组吼，就是后摆第三组吼，有你遮咧几个，来加因即组拍婆仔者，拍婆啊！故事发生伫咧足久以前，迄个时阵了无人知影素环境即个名义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看起来足普通的阿伯，伫咧半暝的时阵，为山顶的小路行咧，毋知要阿伯去倒位，忽然，伊看到路边有一个小小的身体坐伫咧树骹，伊慢慢行过去，将手放伫咧小活里的鼻孔下骹。伊讲：“哎，伤可怜哦！”阿伯开口讲话，我过身就要离开。这时阵，伊听到素涵真讲：“我足寒的。”为遮开始，一个看起来足普通的老人收了这个囝儿，将伊名叫做素环真。伫长大的过程中，教伊足侪足厉害的武功。原来，这个老阿伯是一名曾经非常厉害的武林高手，即马无想要搁杀人啊，选择伫山顶生活，嘛为遮开始成为了素环真的师傅。伫咧素环真长大了后，师傅甲素环真讲，即次的任务是爱爬入去迄座无人会使爬入去过的山顶。遐个石头足来的。足侪地方拢袂使行，敢若会使靠家己手慢慢爬入去才有可能。素环境拄要爬上山顶，顶头却传来怪物的叫声。伊细里上为下骹看去，才发现是两支机灵伫咧相拍。看到好机灵，要互歹机灵杀死的时阵。素环真等石头甲歹机灵拍昏，互好机灵活落来。将啊！之后新报的主人找上伊，希望素环真会使医治伊受伤的骹。若准讲医治好伊的骹，素环真就会使选择任何伊想要爱的物件。虽然知影足危险的，但是为着爱找到家己到底为倒位来，素环真选择帮助堡主摕到有关伊秘密的册。甲堡主医治好了后，过一天，煞互通知讲堡主已经死啊。伊的师傅嘛，互人掠入去大牢内底。素环真真生气的到城堡内底想要问互清楚。颠倒互人掠起来，这个时阵伊才知影，原来杀死堡主的人是堡主的囝儿吴欢。吴欢想要得到堡主的力量。调工互素环真医治堡主的骹，才互堡主能力去动用。知影这件代志的素环真非常生气，煞无法度做任何的代志。这个时阵，好机灵用石空喙芳将伊吸入去神奇的秘密空间内底，传授伊机灵上升的用法。素环真嘛足认真咧修炼，成功练就将一个人分做三个人的力量。修炼成功了后，伊倒转去现实